这个2个月前，南投仁爱乡的武界坝无正常来放水，造成4个人死亡。即摆佫有人疑似伫同款的河段溪床，停20外台车搭棚仔咧弄野。民众痛骂讲，这根本是摕命在滚算笑。 9月13号，会知影南投仁爱乡武界坝2摆无正常下水，互伫咧溪仔边露营的2口罩，4个人死去。意外就发生伫咧无够2个月，有民众伫咧人面册社团抛出相片，相片内底敢若就伫咧意外发生的同一个所在，停20外台车，有踩几啊顶布棚，真侪人看到相片讲，这根本就是无爱命。 普文的人目紧伫咧12点钟内，把文章提掉。到那个野溪去露营哈，尤其是夜宿那个地方哈，我觉得这个置个人还有家人的生命于不顾，会影响家人的生命安全的话，我觉得还是要谨慎一点。国家去年开放山林政策，互民众活近大自然，所以露营无处罚的规矩。毋过去溪仔边耍，风险就是惊半暝上大雨会有性命危险。 完全没有路，他就自己在河床里面闯来闯去的话，那就会有水利法78条未按指定通路行驶的一个问题。处理署第4河川局就讲，就算无确定相片内底农业溪仔边的位，不过民众来到这家遮，就是拢爱注意家己的安全。溪仔边无路，赛车弄入去违反水利法，若扣抓到，上济会扣罚5万。